咁跟住落嚟，我哋就做第11條。咁呢條式係嗌真係字啦，即係左右兩邊相等。咁佢就問 A 加 B 係乜嘢？咁我哋先 expand 開左邊係乜嘢啦？其實就係 A2X 次減 7AX 加 X 次組合翻，其實就係 A 加 X 就 X 次減 7AX 啦。咁然之後咧，佢 X 次嘅 coefficient 咧就係9同埋 A 加1啦。之後 X 嘅 coefficient 咧就係-7A 同埋3B 加4，所以咧我哋就會 A 加1就等於9啦，即係 A 會計到係8。然之後咧3B 加4就會等於7A，即係7乘8啦，即係 B 就會計到-20。咁-20加8咧就會計到係-12，答案就係 boy 啦。